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38回。现在到江湖里接听浪下哪个机场嘛，就补上去。红色啊，听听家50个话交关于道理，做姿势这个用一个美人计啊，偏离到手对起，与我的不离走高起步，离嘛不起，今又等了我相府里下。唯一一想啊，这个东儿口口做些内啊，也比那哈了呢，一定放在你送作姿势我手啊，手浪向的姿势嘛，一定打你那是讲说个，你口中这个东儿啊，用这个一个美人计来跟我的送走起，我有我的不那种高起路，听得个我们一都锅里下面拉蹦蹦，你也要想过。这刚说起来说的不要好，你得想得的啊！一个人嘛，总归帮忙也有后的，哎，这忙子人不晓与谁么富而为大，那么你们谁定也没好，那么也要想过，那样的想要我等了想府里想这样个上游嘛，不想着背一个我的不我怎高之路呢？那么你们跟你想么铁皮嘞？答应嘛，总答应个做姿势。啊，晓得的，我跟你说对起，那么你们搿咋事么定了给打等一些咯？我来到府里下面去拿点么子，那么你们上午嘛，就到府里下来拿个费，我们告诉我这个毛钱告诉你，因有人们那想要做东要么搞得我到手对起呢，有我的帮我做高师傅，你的哈，假使的我说起来你也特别去。我给到府里嘛，我也有我的不那种高兴上不呢。那么你也想嘛，菩萨或是菩萨一样的灯嘛，就灯了相府里放做是这个山让你去洗。昨天的我说起来，我你相府里规矩，冬儿进来呀，3年户够我可以开恩。那么你们当然了答应啊，哎，西边嘛在13队里呀。一个空档一路，那么你何时跟说姿势的手举起，2队把它空了，一定调皮。我晓得做姿势嘛，痴心妄想个啥时候为了让等，为啥我兵去看一看看？我兵快到外边东岳日要米让去不开。2位既有老矣，知如可不在啊！河边出来嘛，说到俺是的东岳是叫米浪一口嘛，罗里大有啥数啊？湖里不数啊！啊，老早开头，围进来嘛是围定想要数这一开头，哎呦，老像个东儿好。没人讲不上当，这是个东儿生人，那么哪里？我现在讲不能打你说，我也拿你公房做儿子了，写他个3年或是5年，那个辰光拿你公房做是儿子呢，我打你配一点亲，为家的妻子，后边要屋里不能做高职务呢。恭喜我也不能给打你老实说，老实把你一说，我也认了儿子，你也对称家也非而不好的，我社会不得应对不了，你总归晓得个了。我一切之事我见明不了，是你只要在我身旁美美儿的又好，我这里一语要会上里都有花作，放心比了。这公呢，答应听见我来个2句我们。
心里想我家陪我做紫色鱼蛋里，在不里菜上。反正我是个废闲话了，搿点机场是我自家想出来的。刚刚辣船上的辰光，我问紫色，我说搿个机场哈，紫色回答我说，你机场哈对哈，美中不足。也上船辛苦等得了，都船民帮等不了。那么对这个，我来当我说，你这也等那给他的妹妹叫我喊，我家俩可以上一个我都不能从高住。但是你这一句我妹妹叫我喊，你也本是叫我日叫，那么随随我等那给他的等个1年半载，跟我等一番还问呢，说起来想要。我在想说自个过着得没好了，你怎样？你还上一个高处不我？那么你在回答说起来，我看看你为有啥地方不好，你为要我推一个日记的嘞？可是我等到啥辰光叫等到头发吧，还得做3份证明，干我几场2个晚上再说上去。并相机。哦，我是朱大义为对下神家，为于我了，你上次我的了，为于什么？他是的，虽是你为的相府之中并明了你家相依，你家相依开恩上一个要为你投入花中，对比之后年后月后事后事。倘若你跟我朱大义为主高手而去，兼着大高手，兼着对上一个要归于你投入花中，明是大高手，明是对上一个要归于你投入花中。他是的，你家相依总不能随此。他于是的，孟子远不需与谁风雨为大。哦哟，我听着可你们在讲一种过来，你怎样？我与为谁他俩？我是他先人非为不与你为主，高手而去。我为他相府之中并明了，我家相依，我家相依亦能开恩，见得人上一个要为我投入花中，所以地雷并明相依。哇！那我找你一次吧啊，个动儿好。他欲对先人讲了。讲些什么？他说的，虽是你为大相府之中并明了你家相依，你家相依见着人上一个要为与你投入花中，对比之这个要为孔美貌非。倘若你跟我朱大义为主，高手而去，我命何否要为并你继续一个单位神亲，你家相依终不能随之。他是的孟子远不孝于谁？不要说了，我非否为大。你的怎样？我与为的他俩，我是的先人绝不与你为主，勾手而去。我为的相府之中并明了，我家相依，我家相依，亦能命何否要为并我继续一个当为神亲，所以请相依开恩。这个那么弄得讲理讲，今朝一定要开恩的。假使当我说起来，我不开恩的，我府里又是按一个规矩的，这肯普啊讲，你当然答应啊，是个不普啊规矩。让一让上，随手做主赛手开特为首举，你首举人呀。你大个辰光让一让上嘛，我不旁边打嘴的，你去投奔做主赛的，对，今朝一定要开恩。别高想想做主赛啊，来人不好。然后呢，他一广，你到我府里向来，就要看重得起。谁非到我到来呢？各种好的狗东才不能讨得起。是叫你不用让送把我做主赛，高些看重那个东儿，晓得问我讨我随便哪不肯，你用这样一个美人计啊主赛，你太狠。可是我一定要开恩，不开恩啊！我啊，总归等不来。你好比抓手，你一个抓手是个腾来背，腾过来，腾到我旁边，不来人到了，那么我今朝开恩，就上一个屋头把你做高兴。另外不中意要改了，那么我就让你改一个。
这种大内神情啊，被个搞猪不里，还比一点雷人努力找手手啊到了，永久不会开头。那么我来了，离雷人一道在起脱了，2分小得了黑了。这工作姿势那个来啊，他一理那个人啊，标准所看，欺人太过了。口恨要就做自身发雷鸣弄不开，你把手用家后里谁记，为一风气给我起给心来看法个中东人我看法里面这个我一是上帝与他结礼现在我啊老米郎打做主赛对起啊，那种少爷话手艺还符合我的了，这种一个那天其实那个加油服里想那有几好我的顶斗那种敲破个顶斗在，哼，不是还为我府里想我的分配听个马的我的喊出来嘛，总归有5-60。刚想说你说的太过分了，那哈相府里向我的是讲多呢啊，因为从事啊个中等的人高档给得多啊，越是高档给得多，越是门槛来得紧。那嘞，你用人出工的，用阿妈娘姨了，你要用了啊，要出工的个每个工的不离多了。你马进来觉得一次弄的很，给一马的冬儿马在我府里来，2年子嘛2年子，12年子嘛12年子，一张2大布一小嘛，是我的人子。你给人姓王姓沈的，我府里向来是要姓我个何啊，马带里到府里何家里的人，觉得不得里吃走得不里抓工地别吃这个这样。哎，杨同志呢？经过1、3、1、4等了我府里向走了5那么我的也是讲，这个人光的冬儿到我的配置单身公子夫妻，杨子先弄出来是了中门之外，先弄动起来也生活，还要做事体，也是里头先弄在先弄在才生活，所以有个在自家的心在气特灭特，到现自然的心。杀了狗血了啦！东丁镇现在叫东丁镇了，副县鼓楼堂口东两门东丁镇，我家里的子孙不晓得了。那门sinh啊，门里真心非门那个那种国家里呢，我先生不错的，才行我走一个去，才行我个介绍。那么那个里下手不清桑子了，往往用人了，他们牙起心里多个心，那么一代一代收下来嘛，弄不清桑的心活着了。那个意思，来一下跟咱们个夫人荣耀对齐呀。当然，为这我起来，快，而提起来，是。今日一口一顺，以后否压贵，命你进修一功，当为神仙。很是斗力相应，当然是那个力气了。我来了，新姊妹这个历日里可高的冬儿的张望里说中国，来中国当时啥个有今日体了，到吉亭廊下门乡要啥事体，
那是你当我到毡房里下去，花明布子翻开来看，我队嘛谁要马上我队，谁要分配清我队，阿拉相互里个里都要说得起，接下来了。另外一张单子，总归来了2岁之内不能出头，最好么17、8、9顶到啊！那些小二张字头叫花明的，小二了拿得来两个看。老中国们啥事情呢？是今朝我特别开恩，我普华相互里个规矩啊，要守时合乎我的，让我给中一个人当要守亲。老中国答应是，为出来嘛，动家负责任的想要来了野的，啥事情呢？你给答复一个规矩了，弟兄读进来呀，3年不错次，想要他看个懂儿实在好啊。那么来的他一商量，懂一个上一个我的不离走高速路，不给。说现在这个懂儿的3年没得也得在，为上2日天，那里观察一张尸体的吃3文，那么一笔勾销子也吃3文个1日收起呀，也要些3年，有一个高支付计划费没得了。你想要今朝普华规则，给到府里下不高支付个懂儿交关多。也不临本，也不我贴个，那个内神路哎，我这个一说，我只好答应。回到毡房里下去，拿出一本花明簿，都准挑水某得么用天的笔报，另外一张纸头啊，花明簿上等我来，谁是分配清个马的我的，连趁我驱动思想谁了啦？小好个张花明白嘛，还有几号名字呢？从仅加40个，谁是分配清？要经上拿上花明白拿到一天，老奴将花明白身上，我老接到手里一看，实在是自家面看，有心把后浪看来自个周手。人就盈亏的分坑做事三的手机起我府里呢分配起马里我的10个心的狼科技。当然一看我来了，地位浪本我不看，可是最好了，我是也想看一看，就把弄到水里向来看的。所以眼三回过去又都让忙了吃着，而且给你比浪向小孩趁我吹动思想。哦哟，吹下来，真想开心啊！一年都吹响，那么今朝可以得来成功夫妻的。我来了，我在后面对干不中国，是你孤夸我到中文了。刚才孤高不要手机个被误的，到黑堂厅上下，让我给中一个当要做亲事，真相一吩咐，让中国推出来。那么我来了，你这心急呢？要收起我的来辰光呀，一些得了呀，老么老心子来这个劲，我你飞到海上天去，大致我去等，10个力气来，我谁我来了。
这个以为啊，本地这个八百气质，这些牛得上。一个呢，心里想老想，还有一个毛病非得了，邪灵要低下来，或者吃啥子邪的，那么他就像为人工了，过年的老想啊，一孤儿很知谁，人我比离人比。真的我里会他们二人被此不是想个风马不思量，为使得黑狼听啊，言之黑狼听啊手，来了当中手定，当引立在板子上老等着啊，一起。中古时的中门更是啊，不家妈妈，哎呀，我是老狗，是我中国老爸爸哀伤事情，与花名带在此拿去。花名带，哎呀，啥日期？今日相依开提高体育之恩。要树立夫对姊妹们出席，到黑当天上，我爱兄弟既修一个当为神亲。哎呀，少于石岗一张尸体，晓得这与什么这？那中国的展望起故事去，不高不开心啊！哎呀！我是要认我姑娘，我你是我个姑儿子，今朝姑儿子要他姑家母，还有个是我个姑娘，总要姑气劲，我想起到一个姑娘的辰光，让我做一个姑美人。成功里头一对夫妻嘛，我也做姑婆了，也做姑娘，但来这个语气，哎呀，根本弄着说让我去贵州你。每次都一个一个放给你，想去贵州问了我嘴不动没吃的啊！俺弄到小日往里想去，姊妹啊叫着谁了？小日往里洗为了刚刚晒黑针，弄洗到小日往里想去贵州一上哇，往正小日往里想来。我的都不啥事体，刚刚晒黑就么总归在小日往里十六叫他讲不讲，大进小日往，你为没知道啊？这个声音难听了啊！啥个声音？为是男人了，为是女人的声音？这里想谁是女？不男的。那么那个声音是个男人声音呢？今朝这个我的介绍，花名对了，也有名字的，那也要出去的，中国也取消了。
叫豆拉妹，还有一个豆拉妹嘛，说的难看，也是个上来，也是个倒来，也是个拉里的了，磨不子了，肉把家了配的。那么说相府里向去毛这样一个内裤面孔个屋里啊，大不是毛的嘞。介绍豆拉妹些辰光给人家养出来是叫一个丝奴，包了红包里向多特的，以前去多了里到后油门熬死。那么个日以前个老太太导致屋里嘛不像花油嘛到后油门更是，听见那个哭声。高台游动啊，啥的脑后门一开嘛，加上了老红包里向，声音小头哭，要进挪进来，高开了一口嘛，一个女，太太讲我分养些农吧，养到也到你农吧，然后要用脑深深的他分享的一种我的泡沫皮子，是太太上上吧，脑深深不要用的，你我的来不的脑不离吃吧。东儿到我的配置对神公子夫妻呀，是了中门之傲，成为家当吧，杨子显露了他从给哪了，那不离吃，不是一个人吗？给个的那对不离吃嘛，归个的吃吃这是那那我牙显的我牙一个牙西不等玻璃吃我一门我不等玻璃吃分享这个显露吃哪。再吃一个人的脑脑，还要提起啊，再还吃两次，搞个脑脑定好了。那就是用脑生生嘛，还要你了，个体质两样的啊。那么本家的你呀，说一顿不离吃，我啊说一顿不离吃嘛，小哥个八十脑吃不得个，一吃八十脑嘛不得了，原来出天火的哎呀，弄得一塌糊涂，他们总是他们。来，他看就要破的啦，这面孔难看的了，好了，当你我的吧。哎，原来当你多起不咋的，吃到了年了，来这个丈人上一马了，头一马长啊没长嘛，这个面孔难看，气力没动，尸体样样走得动，个地大上去，别个我的说哟，这样子，哎呀，我闹不动，都闹不动，我不来，你几次起来的。这样么是别个的，我吃不了，我来吃，本三五啊，本得了。那么那个声音嘛，快，个喉咙啊，隔壁人家听这个男人声音，别个一个人的声音咋不能生错呀？男人不要讲男人声音了，女人不要讲女人声音给。哎，那地方上是夫妻那里，男人们到出来再看药瓜，门没关了，开门啊！大师大娘。是我啊！你来噻？哎，要不要吃海了？吃海给你吃嘛？晓得。今天忙啊！哎呀，你开会开得忙得嘞。那跟人家说生的了，你第一得出来个夫妻就不灵。女人们上次当然没个条龙，个个就是个男人声音，这个男人上一个刺激我龙还有呀。那么成功带夫妻嘛不灵着吧？男人就来噻，开门啊！高师傅答应，我对啥人啊？哎呀，高师傅啊，我要来着，干嘛领个了？不领个这样？那么像你等了台上像表演起来嘛，像我这个哪有是鸡窝龙出来的呢？你还有女人声音，还是吃鸡窝龙？这个是你从小口碑里出生啊！哎，个喉咙嗓子要掉出来的。刚才跟先生表嗓子，天不亮就要起来。要去吊喉咙啊，跟着先生墓地上想去嘛，背到水浪向，背个那个阴面逼出来的呀，介绍于门开个，也黑阿里里个，也黑阿里里，啊里，那么个阴面喉咙会得出来个。那么平窝里到说到无事呢，喉咙要快，不能跟这个结果，喉咙快起到加深嘛，那个喉咙要黑到里面黑上呢，黑老婆黑出来喉咙都，老婆来。所以这个人光我进第二上司的人光我不了不配的讲，哩嘎，来怎么是哎呀所以第二上司啊，对呀，第二嘎里出来，所以嘛，现在我的家是像我个第年龄嘛，等了对了，去我的家是留下一点你讲呀讲，哎，位置啊，你啥子？哎，位是个呀，
我等了对了呀，我打我这个时候强调语了，不个呀。那昨天到深圳的了，帮着两位听众来讲一个。哦，你们知啊，那啥然后讲我以为在大卧室啊，你阿来个都快抢为好啊。所以说那个跟你想想，你也一等了对了下面，哎呦，这啥子别跌出来个。高先生光头那没人开心啊！你教育部搞妈妈到关门子了。哎呀，现在这个妈里是啥子？咦，这个妈你来说说的？好好，我让你都不要抽呢。啊，生气了？这么想要看？哎，搞了一种妹子，都么谁要到黑洞听？哦，兄弟们，给中一个人动要重情。真的啊？哎呦，真厉害呀！是的呀，真厉害的。谁要去的啊？嗨的呀！谁要去的？来当初有一个乐队啊，来让大衣裳，你们眼睛衣裳放脱，谁靠一靠够不追过来？你看我嘛！哎呀，妹子啊！哎呀，你啷个上人家？那可能我个里让的，哎呀，喜事重重了，还喂！你讲上人家，我不听那呀。就叫十个人都想要看，哎呀，哦，兄弟给中一个嘛，重要重情。哦，兄弟给中一个，哎呦，可是孩子嘞！哎，你等我看，后面再让我名字啊一个。名字你叫啥个名字啦？能叫没得？终于呀！可以叫没得呀？没得。哎，没得。白道、必道、称道、是道、不道、上毛道、是密道，你都没道真不完。哎呀，明白。可是看上去来，中国爸爸忘记了晓得吧？忘记了。你再看呐，真正不嘛，拖你当去听一点上去。问中国爸爸不为农场。怎么啦？我个名字你不会叫？要分配钱嘛，好出去啊！你安排钱的了。哦，可是我来这配置厅的。你要洗这个嘞，配置厅我也要跟你管理人啊，混出去。配置厅不可以的。那好出去混。你真做娘娘，我兄弟叫我喊，才是你个头面上替代个娘女，来这当我配置厅这上一个替代娘女，屋里死他了。我是娘女。你是呀？我是娘女，回来再当个配置厅呢。要叫当你配置。真真正正有的嘞。那么你我要跟我娘女是背后的啊？哪叫？背娘女。这个没事情哦。这个我的要是你我说，俺个娘女不是东西，因为嘛，老娘们是他这个娘女们呼吸动的不认人啊，他们不懂的什么是哪里来在配情配出去。那么有一笔所里了，明如这一时他在哪里？阿拉相互里相隔，就是阿两地，阿拉里也很个娘女的。那么没知道啊？你懂吗？现在不是听啊，他不是听，不是听让真闹啊，晓得的。那么为呀，众喜女两位娘娘到房厅上想去热事相为之啊，过来谁了？希望你到不是听，是因为一道到黑当厅。好的啊，那么你怎么样？好的，还在他个子。你当中一个十六家是新花开的人，还有今朝我们喜事匆匆啊。那好了，神功嘛，我晓得文凭搁在哪里了？我们自个晓得文神功。我兄弟等了给到相府里向半年，上来到我小地方里是我真正呼吸得里发得里，你起初啊为不大晓得我对里面啥个心啊？原来妹妹讲我看你个态度嘛。但有点意思了，还没意思。于是把有一种么子么的记了我打，想要上不你个么子了，他们那我的在干不我，那想嘛不想，干嘛干不我？你们一心去了，我要想当我做夫妻了，人什么将来夫妻的用上，真是我们文凭搁在哪里了？把地方怕人成为当谁的，一路跟出来嘛，大部一听垃圾，以为是。故家母进来进中门，十大房厅了，为兵查查。顾家母到来后事，一张户名在身上请查查看。
老他奴在火明在的单水里一口嘛不大懂，你发发说说我的个名字是啥子的？外宾查查紧着我10个人10个都想要开恩，吃香为之也语文。也要到不是听郎是以为我到黑当天呀，我兄弟给中一个人当要周亲。哦，与最终是令是该不干，你等一下。那么杀了老他会在你等一下。现在看上去谁要拿思想领出去，哪个不行？杀了，哼！老男人啊，你太有理的，就应该进来要当我来商量商量。毛头头也叫不搞我来受思想出去嘛，我不答应。我说这个思想口称为私兵，我一根针两打好，我这个两对，或是我教会最的。假使4根平时长出去嘛，拔开一根啊，我个针量是要花了不来个。那么哪办法呢？现在我刚才不搞我飞出去好了，我来当一个门欧了。恭喜我答应啊，晓得的，你去好了啊，妹妹家跟你去。那么我哪当门欧了呢？思想不放里多出去。2个被我的刀子黑当天浪向我这种是落里个我的呀，不搞不背呀，进来不信不我来不牺牲。等不搞不进来的辰光嘛，我拿思想放出去。咦，我说这样这种的思想出去，为进来又是思想，所以来他们也当一个门欧了。那现在个门欧了不来，刚才不搞不，后面再拿去。我思想这里都出来，不必你领得起，与手马针，我搞不脑子后面带出来嘛，到东里上去，归在东娘娘。到娘娘身边也有2个我的啊，到娘娘是晓得，再和东里也到西里上来，但第古搞不年纪都这样，你年纪都背个咋夫妻是真正做你背不动。到西里的我们往了黑啊！吕郎香小城妹子我来一道，小城我对听见到我的人黑嘛，也听我来一口嘛，不搞妈妈呀，是他妈妈。哎，小城妹子，哎，啥事体啊？娘娘阿拉吕郎。娘娘老吕郎香啊，那么楼上去嘛个丈夫妻呀背不动那一张后面的啊，你从你拿上去。晓得这一张后面的。你去冰上娘娘。啥去了？跟着想要开恩。啊。你要语文嘞？哎，那么开恩嘛，高连都每次都到黑堂听。让我兄弟给中一个人当要周亲。哦。你去冰上娘娘啊。真的？真的呀。跟来等一等啊！我是那个。冲为神功。快，我是那个。先从我的眼睛望着吕郎香上来，真没想开心啊！想上都要为之吹响的给他来上有这不人工，我有今朝想出来是干个办法，可是看上去为着人工的。那么那让我还再去告诉娘娘，有点实在往里。对娘娘。哦，是。给他一张后面对了，你来看呐。啊，娘娘弄不明白呀。可里个啥后面对推了对哪想？发说我的个名字，一开始搞个提出我的小称，名字下来了。什么的？哎呀，娘娘，这个就有个事体呀，当中要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看上去真正的天下妹子要成功噻。你娘娘一听我的，切，你没说，幸亏得别个我的发了，假使别个我的那里面不记得讲了。现在一听小陈是讲一说嘛，你娘娘他面孔得两样，想你个表兄啊，别跟我话里想，你总归不应该，你唱舞的，这个哪会得唱？哪说不唱？你为吹响来做生意啊，工商那个当大吹响成功啊，我无计高浪费对不得了了。
要吃麻豆的，自己要抽班的。我晓得表兄的脾气，所以娘娘搿辰光的心思弄得乱呀。别说很悲伤的，你们一帮子家人，你也可不搞之容易呀。谁是别山故事，你就应该嘛，你要了他想办法把那种美人配回家的妻子，杀了位置这样一个屋的，你又等了给他做奴才，做你们的话背后呢？你是干嘛？一般只有为是心后路开门，娘，这个我想想，你个阿公呢，也是一个糊涂啊。我是那么笨的心痛，那余生离开，你不想想，离开的那个动儿，如果从那个好的谁比那你现在你出来玩？那里胸膛精髓，娘们。晓得个，你表兄今朝一定要改种取向，别个我对你也变。看不他一种呀取向的，改种是取向你等不来了给他，自告我里中我要主席呀，他真想应呀被真穿，这里惊讶的是要追的，我晓得你个脾气，别兄的脾气呀，我莫让你来追着，那么你随着俺追得别紧。里面那个时候有些嘎嘎背呀，弄磨家了自己呀，他是我的明星。谁花地上，我喽西归，谁分想？我在问你想让比试一岁，我在问你花地拉下第10句，大个辰光你阿公阿婆总归要学这个呀。不比那公婆旗下人中心，你晓得头办哦，就是当保护啊！可是当你媳妇是表兄妹啊，要来欣赏我，没得当保护，真的给他半年，你为的不晓得了，明明的兄妹串通，才推到我身上来，娘娘一女说三，我还要为我回答，我唔被我回答，所以你这个马友啊，这个夹当吃的不都不行了。好了，娘娘一想，娘我哪吒伙计，哪吒放平了下去。干什么他吧？让后面再看着，这个让这个多例子你别兄当不好，
为吹下来个你都给牛，吹下不离不离牛就是干吧。说错嘛，还是我一说是好他个的啦。哎呀，假使我说明白，别兄当我个有高级的孩子干什么？说起来成功啊，也成功着了啊！你再来弄他我的亲子啊，我口头吃不消，哪么弄得两呢？这样，娘娘是手撕一下不知知，对人的面孔长得凶凶哦，滴水梨花冷黑白，娘娘配脾气。来，旁边小村我对人家怪聪明，一看娘娘让配气，好像心事重重。可是晓得娘娘的脾气噶，看上去搿桩事体不会成功的。想想当初要为子吹响得给得来吃子就口头呀，根本是干不？娘我来天子机上喊我吧。娘娘，好是。小弟看你讲是不大开心，心事重重。小弟想起来嘛，娘娘你何必多想呢？真呀，这种事体弄啊弄讲的噻。当初要为子吹响妹子得给得来吃子就口头，我讲你个脾气你也晓得个。你秋子里去酒里不肯做起，你一年到吹下成功子了肯做起，看上去不成功是为做起的。况且你再这样等我去嘛，你娘娘心里想急啥？他说你呢，他去讲抽吧嘛，你对不是当都要给。小弟想起来嘛，娘娘，你在哪里做成功子吧？我是没晓得那样，你心里想着让急啊是了，别是去农村吧，其实农村吧哪不也行哇？你又不多少中人，多少白人，真正想要他出来门来嘛，小弟说起来，你这干做，他离多少来，还不晓得你管，人家阿给。哦哟，这个我的得比我才女聪明了，这个杨少那么就是我的当人继续下来。